今年我们的15周年，我们决定把 FOCASA 吉米马戏乐园这样的一个 IP 重现在台南，在水交社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特别找了横跨20-30年的一个吉米老师，用他的 IP 来做这一次整个乐园的一个主题。同时，我们找了一个国际编舞大师、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老师来担任这一次作品的一个导演。所以这一次带给小朋友的欢乐，同时带给大家整个的体感，是一整天的活动。这一次是在演出前，大家可以来玩好几个小时，接着走进去看完演出，快快乐乐的走出来，外面还可以再待上好几个小时。我们的15周年可以继续在台南来做一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活动，同时也可能是台湾表演史上一个规模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活动。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也要谢谢洪伟哲市长，也要谢谢整个台南的各个局处大力的帮忙，让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活动可以在台南发生。从2017年开始，我们跟台南文化局就开始很多密切的合作，不管是台南艺术节，还是台南艺术禁区，或是台南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演出的一个关系，慢慢变成一起来共同主办一个全国性规模的一个活动。所以很谢谢台南市政府这样一个长期来的支持。吉米的一个团队啊，跟我们市政府也合作了非常多年啊，在去年的西营波光节啊，他们也跟我们市府来合作，推出吉米的一个相关的展示啊，还有提灯。那这一次吉米的团队还有跟 FOCA 的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合作那个马戏乐园。那我们也希望这2个团队能够继续在我们台南市这边来扎根啊。FOCASA 这个团队呢，在几年前就已经在我们水交社的位置里面来扎根。他们每一年为我们水交社，还有为我们台南这边的一个马戏教育工作坊、讲座，进入到学校、进入到社区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教学以及指导，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呢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马戏的一个展演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非常非常高兴的邀请大家来参加2025台南 FOCASA 马戏团春季演出。FOCASA 已经是成立15年了哈，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果，而且每年到全台湾各地去征战，所以说都带来非常好的回响。那今年呢，有几项特色。第一个，他们花费巨资定制了超高的马戏帐篷，可以容纳1200多人的马戏帐篷。第二个选择跟吉米老师合作，跟林怀民老师合作，在定目剧的演出以及马戏团的表演方面都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第三个，配合在帐篷之外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表演包括街头艺人或包括马戏团其他成员可以在户外的表演，都可以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而且对于许许多多的好朋友，这可能是他们一生可能第一次看马戏，绝对值得一看再看。欢迎大家3月28日到4月份26日，整整1个月的时间，都能够来台南水交社来看看我们 FOCASA 马戏团的精彩演出。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7月19将要伫台南举行。台南市政府3月2日特别选伫益在金城举行盛会点燃的仪式，由着10个吉乐团的表演来揭开序幕，迎接着北门高中的盛会队。以及着全中运的吉祥物大圆甲甜甜来进场，场面热烈。忠孝国中50队带领北门高中圣火队进场。义载精神来做圣火的传递非常重要的。义载精神就是台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那台南几个大的古迹，大家都知道就是赤坎楼啦，安平古堡啦，义载金城。那义载金城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它有很多大炮啦，有很多那个相关的一个
这个古迹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选手都一炮而红，而且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现场有市长黄伟泰、甲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方瑞文共同来启动盛会点燃，透过光雕的投影，甲镭射聚光来点燃盛会，然后交棒予盛会队，宣告114年全中运盛会传递正式来启动。点燃火炬，长官请护卫，圣火队请出列，引燃圣火。我们是用光雕投影，然后是用镭射聚光的方式来取得母火，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安排先从离岛这边来传递圣火。我们圣火引燃之后，就代表我们114年的全国重点学校运动会就要正式展开了。到时候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我们所有的一个民众能够踊跃到台南这边来参与这个盛会。这届盛会队的选手由着大桥、北门、永林，甲着台南一中等学校的体育之友的选手来组成。预计盛会队对3月24先对平湖来出发，再刷到金门，甲着连江县，然后再搁驶回来本岛。预计3月31对台南出发，依着逆时针来驶台湾一轮。4月15驶台南市37区，4月18回来到台南市来安坐。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洗衫店业者无用到干衫单日去洗，洗衫机一台一台拢无停过，因为台水公司的通知单顶写着25号要停水，一停就要30点钟，就算有洗的水塔嘛无够用。今天烧的衣服，我们就是隔天要洗嘛。对。明天停水，所以说我们8月就要来洗了。就连剃头店买洗头毛嘛无法度，直接打广告休困2天。伫停水区域的部分店家嘛无奈，应该是没办法啦，就是哪走哪看就对啊。无水就爱休困阮嘛爱留阮家己要洗啊。国土署正伫咧进行河川治理以及排水上限改建工程，台南市东区、北区、中西区、永康区、归仁区、关庙区、龙溪区、仁德区、新华区等区域。3月25号透早9点开始到26号下晡3点，将会停水，也是水压降低，受影响的户数将近24万户。那停水期间，应该要针对我们使用电动的抽水机的电源要关闭，也慎防火警。那第二个，如果在需要大量紧急用水时，可以拨打台水公司免付费的一个电话1910来做一个查询。我们在每一个里都设有这一个取水桶，那这个我们都配合整个里长一个选定的一个位置。那另外我们备有8台的一个水车来巡回补水。台水公司规划51位的临时供水站，提供民众储水使用。重达高档的水车嘛会持续加水，市府呼吁爱提前做好欠水工作，同时要求赶紧工程进度，量早恢复供水，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模特儿热情舞蹈的迷人，加上重型机车的魅力，吸引许多摄影师争相来拍摄。这对喜爱重机的情侣档中，在北部从事重机业务的杨世宏，因为看好南部友善环境，更是机车族的大宗。加上现在购买进口和国产价差越来越小，以白牌重机为例，也有10万元以下。黄牌则是13万左右即可拥有，所以让他决定转换跑道，将自己对重机的兴趣变成创业的原动力，进驻台南专营重机买卖。3月23号，他们正式举办开幕派对，场面热烈。因为我觉得南部的天气就比较好，然后用路环境也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南部的竞争相较于北部之下会比较小一些。面对重机车行进驻南区，出席民代表示，除了有助于活络周边商圈，对年轻人创业不容易，更给予鼓励。我想，这个会真的还是会带动整个人潮，因为也年轻人都喜爱嘛，包括现在年龄层也一直在往上提升的，所以我相信未来它这个也是一个卖点呐，会带动我们台南区这个角落这个地方的一些商机。很不简单，因为通常都是我们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发展，那我还第一次遇到北部的年轻人到我们南部来创业。那我2位年轻的朋友，希望你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可以遇到很多的贵人，那很多的好朋友，那就是业绩生意可以兴隆。这行3月开幕，适逢交通部将重启大型重机上国道的民调一案，也让车主再次燃起希望。我们希望重机呢，可以在今年法规就可以通过，让我们可以上国道。那因为可以上国道，大家交通也会比较便利。那相对于我们重机界的整个市场也会带动起来。现场这款全球唯一第一批到台湾的瑞典品牌街车，大改款后就相当吸睛，加上复古等经典车款，让小小车行琳琅满目。业者为了欢庆开幕，自即日起到3月底，将寄出5000元购车金，机会难得，也期待首月销售突破20台以上的佳绩。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职场登入计划5.0正式启动，谢谢大家热情的支持跟鼓励。由产官学研代表的共同见证，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正式启动象征职涯饱和的第5年培训计划，为青年开启职涯成功之门。该计划从过去35间厂商，今年又加入10间科技企业，特别在课程中加强 AI 实务应用、永续产业等比例，来回应目前职场需求。今年很特别的部分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很多的厂商已经增加到比去年多了10个厂商，大概有36个厂商左右。那其中有不乏一些科技业者，那怎么样导入这些科技在相关产业里面，也是我们今年蛮特殊的一个产业性的一个加入的部分。为让青年透过培训课程提升竞争力，很快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一级玩家计划4年来在682位报名青年当中，结业率超过50%，就业率达到8%。今年延续企业教练的制度，邀请企业资深主管推出个别化职涯建议，加上探索、资讯、适应等关键的5种软实力，都是求职成功的关键。我想第一个就是你要当个这个诚正性正直的人，不可以有什么歪歌啦哈。那再来是面对你所做的工作，你要能够主动积极，而且愿意创新的去做发想。你要有当责的心态，毕竟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我想去到哪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能够让大家能够成功或是融入职场。一级玩家5.0职场登录计划自即日起开放报名，至4月7号为止。培训详情请洽服务专线063020036。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纯手工的可可饼干甜而不腻，还带有坚果，奶酪 Q 弹，香气十足。这是隐身在桃园大楼内的一间复合式甜点伊式工作坊。老板退休后结合自己的兴趣一起开店，纯手工用料实在的点心让人食指大动。本身是兴趣啦，对啊，想说退休其实不见得说就是完全就休息啊，还是要有事情做啊，所以才会想说做看啊，对啊，加上本身自己也喜欢吃啊，就这样。我们现在有奶酪有那个原味，还有抹茶、可可，还有咖啡，然后都是季节限定的。然后在饼干方面，就是有原味跟抹茶跟可可，也是做网购客订方面。老板表示，一开始来到桃园，其实打算开一间咖啡厅，但因为疫情影响，改为工作坊。里面所有的设计产品都是一次次的实验跟创作的成果，就是要给消费者最好的品质。
原本就想设定要开门市实体店面，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后来我们转为工作室，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就是用自己的美学的专业，然后就是配合咖啡这样子，带给客人一些比较更多的东西，不一样的产品，然后自己设计，然后包括吃的啦、用的等等，我们都是自己去试验过，自己去设计过，然后带给客人更好的东西。衣饰品的部分，除了精致的丝巾、帽子，还有工作坊特制帆布袋，上面的柴柴就是老板养的小可爱，就连工作坊的名字都是结合母亲跟狗狗的名字发想而成。关于这只柴柴，就是说我们自己养的那个柴犬 Coco， 那就是主要是以它为发想啊，然后就是说主要是帆布袋就是比较方便，然后外出的话携带方便，然后又好拿，然后它帆布的话又蛮轻的。那一般帆布袋它可能塑胶上可能就比较没有质感，好，那这个而且又双面非常可爱。除了甜点之外，老板也个别找厂商研发特制的浸泡式咖啡，把咖啡做成茶包样式，随手一冲就有香醇的咖啡可以喝。我想说，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普遍都是滤挂嘛，那其实滤挂来讲，说实在有时候在冲泡上其实不是那么简便，那也是比较花时间嘛。那你要专门等待。那后来发现，有浸泡这样子，像茶包这样子。就冲了，然后就泡一下就可以喝的话，这蛮方便的。现阶段甜点都采预定制，商品以线上贩售为主，也有定期实地摆摊，多元拓展通路与客群。那还有在内湖部分，我以前开店在那边，那就是每个礼拜一也会过去摆摊，然后就是让商品跟客人有实际上的接触，好，会比较体验一下产品的感受，然后包括帮那个丝巾啊等等啊，帮客人搭配等等，用一些我自己美学的经验帮客人搭配，那跟网络上的又不太一样了，对，那就是希望从网络跟实体店面一起并行。隐身在市区大楼内的复合式工作坊，有美味的点心以及精致的设计商品与仪式，秉持用心用美学带给您美好事物的理念，研发制作商品，希望消费者感受到他们的热忱与用心。记者赖伟一讨论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多数人吃过冬瓜、西瓜、南瓜，那北瓜呢？事实上，原产于美洲的鱼翅瓜口感像鱼翅，是一种瓜肉像冬瓜、外形像西瓜、品种属于南瓜，而俗名却叫北瓜的植物，在台相当罕见。林雅区的卫武里社区就有民众获赠多颗北瓜，让里长及里民看的是啧啧称奇。没看过，哎，对，就是第一次看过，第一次知道、听到这样子。市面上好像很难看到这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啦。不过我觉得还蛮稀奇的，而且它煮起来吃哈，好像听你们讲也就有点甜甜的感觉啦。北瓜外观类似西瓜，但地头像南瓜，其外皮比一般瓜类厚上许多，一般小刀难以切开。用锯子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成功将北瓜锯成2半。细看它的瓜肉像冬瓜，但必须要蒸熟或是烹煮之后才能食用。众人第一次看到北瓜，感觉很新奇，也挑起小时候的疑惑：瓜类有冬瓜、西瓜和南瓜，为何独缺北瓜？如今总算是亲眼一睹北瓜，完成了儿时未了的心愿。唔捌看，这足稀奇的，捌看西瓜、冬瓜，这白瓜，唔捌食到这白瓜，摕出来食看卖啊！我知影有西瓜、南瓜，这白瓜我拢唔捌看到，冬瓜。北瓜唔捌看过，是它的外皮呢真的很硬，不好处理，闻起来真的像西瓜的味道呢。当初拿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有西瓜可以吃的，结果呢发现是不是的，蛮特别的东西，第一次看到。北瓜在台湾相当罕见，因为食用价值不高，且可以放上2年不坏，功能较偏向观赏用。也因此较少农民愿意大量种植，因此市场上也难以看见。
下次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记得要先打卡拍照，记录这难得一见的植物。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3、2、1，请揭牌。我们统一新城候车亭 Always Open。节目收视。位在中山区复兴路上的这座统一新城站公车候车亭华丽变身，启用典礼相当热闹，包括府会贵宾跟地方里长都共同来参与。市政府这次特别跟统一超商携手合作，融合 7-Eleven 精品咖啡的品牌色调橘色和蓝色，打造出了海边咖啡厅为主题的候车亭。座位上还有可爱的 Open 奖陪伴大家一起等车，舒适的候车环境获得在地民众的肯定与赞赏。本来是要遇到风雨都会淋，还是热的时候，现在呢有这个公车亭，就让我们遮风遮雨又遮太阳，非常的温馨。谢谢。来到这个地方等公车呢，心情会很愉快带动呢我们复兴路让大家这里的在地的民众能够有这么漂亮的公车亭。统一新城公车亭赞不赞？赞。副市长一直推出这个案子的成功，真的是促成的。主要是第一个，这个公车的站名叫统一新城站，跟我们有相关。那跟我们旁边就有我们德富门市，也是在这个社区的照顾，所以我们刚好也可以来促成这个事情。目前我们家是第7座。都是知名的品牌，那企业要认养其实非常辛苦，因为这个图，我想我们来回大概改了至少8次，包括图的样子、背景，还有材质。材质是我们考虑最大的因素，因为基隆多风多雨嘛，所以不能大图输出，不能用木板，那他们压力也很大。不过很感恩统一 7-Eleven 愿意全力协助我们，让基隆的在社区，这是目前候车亭第一个在社区的。是因为基隆是海洋城市。刚好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的颜色，橘跟蓝，蓝跟海洋有点类似，所以我们就用海洋咖啡厅的这个来发想设计这个咖啡亭，这个咖啡亭，候车亭。海洋咖啡厅是为基隆而产生的，对，不是全省都有。市长谢国良致辞时特别感谢企业支持，也相当感谢副市长邱佩玲推动公司协力候车亭的用心，让基隆增加许多拍照打卡点，营造基隆的城市美学。我想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开心的心情来这个参加我们在公车处的统一新城站的我们的统一这个超商跟我们公司协力合作候车亭的一个这样的启用典礼。我对这个 7-Eleven 是一个重度依赖者，因为我家隔壁就是 7-Eleven 所以从早上的第一杯咖啡到妹妹下课以后还要再去逛街，她的逛街其实去逛 7-Eleven 逛一下那所以我想 7-Eleven 都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每一个细节里面都有深度参与到。那今天刚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副市长他从一加入我们市府之后，就对公司协力候车亭有着很棒的一个这个成绩。那找了一个又一个非常优良的企业，非常棒的企业呢，都跟我们共同来合作。那又到了这个统一新城这个站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合跟呈现所以我想非常谢谢统一超商的团队们在这个能够满足我整个生活细节过程中也能够替基隆贡献这个最美好的公车亭。你的精品咖啡好咯，小心啊，谢谢。那因为了这个宣传这个我们的这个海洋咖啡厅候车亭的启用，我们从1月1号开始到1月21号，基隆市门牌的 7-Eleven 有做买1送1 City Prima 的精品咖啡，还有精品富瑞白买1送1的活动，到1月21号。请各位乡亲各位也多多关照。当初我们这边的公车亭是非常老旧，然后这边通勤族的非常的多，人流可以说在中山区是最多的那后来我看到我们副市长对美学这方面非常有
有研究哈，所以我特别请副市长过来哈，说来看我们这个公车亭，我们未来要怎么美化。更感谢他引进了 Seven 啊，他们来帮我们赞助，这企业主来赞助，要不然这经费也是对我们公车处讲起来也是不小的一笔经费啊，所以当然完全都变成市政府啦，还有我们那个统一起协力，一起把它完成，打造成今天这 Open 奖，这非常的美，真的很 Q， 所以说让我们通勤族的大家上班也有非常就精神会非常好的感觉。对啊，真的有小确幸，真的，而且很窝心。对啊，非常谢谢我们的邱副市长，他整个媒合了这么多的一些企业来共好我们基隆这个城市。那我希望说未来基隆一定会被看见，那也希望说各大企业一起来认养。我相信这个整个城市都是一些企业认养，还有政府共好，我相信这个未来基隆会不得了的。这个候车亭真的很棒，基隆市也是第7座。然后每个角落都陆陆续续的有我们副市长就这么用心，然后跟企业结合，然后来也类似于敦亲睦邻，然后认养我们基隆市你看和平岛也有了，市中心也有了，包括我们中山区也有。我也希望各区陆陆续续一直呈现这美学的东西出来，让我民众有感。对。然后尤其是统一新城这边，真的是统一新城又加了一个 Seven 哦，对呀，统一超商。在市府的用心与统一超商的力挺支持下，让民众等车更加舒适，可说是一个相当有感的政策，也将城市美学推展到基隆各个角落。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
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